大家好，我係小林。上集同大家分享咗入住台北花園大酒店嘅雅致3人房嘅入住心得。如果3人旅遊想住西門町，有正式3張單人床，面積闊落啲，有窗，歡迎睇返上次條片。嚟到第2日，林媽同朋友去睇數。老實講，我到嗰一刻都未 plan 自己會去邊度。到底今日會有咩嘢即興嘅行程呢？開始之前記得訂閱、撳讚好、分享、追蹤我 IG。開小鈴鐺，第一時間收到我新片上架嘅通知。我哋先響酒店食早餐，之後就正式出發。林媽同朋友去松山文創園區睇數，所以我哋一齊搭車過去。佢哋準備入場，我就開始自由行。到嗰一刻我都未諗自己會去邊，又唔知幾時要返嚟會合，唯有行去捷運站先啦。我都係第一次嚟松山文創園區。1937年建成嘅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松山煙草工場，為台灣首座專業捲煙廠。工廠響1998年停產，過幾年後列為市定古蹟，轉型為當代文創集合園地。呢個位都唔錯，藍天白雲襯托台北101。當我上咗捷運之後，就即興想去搭高鐵。見國父紀念館站距離南港只係幾個站，就唔需要考慮啦。於是就買飛，搭一個站返去台北車站。自動售票取票機，請選擇您自由座車票，僅限今日有效。請選擇啟程站，請選擇到達站，請輸入乘客人數，完成後請按確認鍵。請取回車，請確認您的購票資訊是否正確。本來諗住逛一陣先，但係即班就開，咁唯有上咗車先啦。唔使10分鐘到達咗台北車站，都未夠時間由車尾行到自由座車廂，已經要落車。來都來了，當然睇埋開車節奏。時間唔夠，只可以去近嘅地方，所以就決定去圓山大飯店觀光。作為酒店控，一直都想去欣賞下呢間咁有地標性嘅酒店，以往只係搭車時經過睇到，今次終於有機會親身去睇睇。圓山大飯店接駁車用車係一架市區公車。
使10分鐘車程就到目的地。經過圓山牌坊，就會見到呢棟14層宮殿式嘅建築物。當我踏入飯店門口，我已經覺得飯店好雄偉、富麗堂皇。補充返資料先，1901年日治時代建嘅台灣神社戰後改建為接待外賓嘅台灣大飯店，到1952年正式改名為圓山大飯店，屹立至今，見證住台北嘅發展同蛻變。據講唔止係台灣第一家5星級飯店，仲係全台風水最好嘅飯店，同埋曾經係世界10大飯店之一。大廳嘅裝置藝術，一棵開花的樹，由法國花藝冠軍團隊打造，傳達飯店迎接旅客嘅心意。高挑嘅大廳，朱紅嘅圓柱加上紅地氈，古色古香，形成一種典雅嘅東方美學。飯店1樓主要係餐廳、咖啡廳同前台，2樓就係宴會廳、會議室、商店同餐廳。如果問我有冇去睇條秘島，咁就係冇嘅。一來係必須提早預約導覽團至可以參觀，二來呢次嚟係快閃打個卡，應該都冇乜額外時間。雖然未能夠親身去，不過可以少少簡介下呢個名叫東密道嘅秘道。東密道全長67公尺，84級樓梯，為咗避開追兵同子彈，特登設計到迂迴彎曲。除咗鋼筋水泥，凹凹凸凸嘅牆面係用嚟加強吸音效果，即使後有追兵都冇咁易被定位。密道裏面有43盞防爆燈，假如爆裂碎片都唔會飛濺出嚟造成傷害。飯店一共有2條秘道，東密道同西密道。順便睇埋飯店嘅多種房型，包括係精緻無窗客房、高級客房、豪華客房、精英豪華客房、天際客房、精英天際客房、天際套房、精英天際套房、環境套房、精英環境套房。如果能夠響呢個咁寬敞嘅房間，透過落地大玻璃，靜靜咁欣賞台北市日夜美景，一定超級爽。總統套房名為圓山行館，佔地280平，即係差唔多925平方米，為歷任元首接待貴賓嘅專屬空間，曾經響2022年限定開放參觀。最後嚟到8年金龍。呢個係1919年日本商人捐贈俾日治時期台灣神社嘅黃銅製燈籠噴水器，原本設置響神社外院噴水池，1956年搬到金龍廳，再響1987年貼上24K 金箔，係飯店景點之一。逗留咗20分鐘之後離開圓山大飯店，我有預感好快會同林媽同朋友會合，就去返松山附近逛逛，於是搭捷運到小巨蛋，嚟到位於敦化北路嘅七仔星宇航空主題店。
完之後就去返松山同林媽佢哋會合。經過西門町嘅於記杏仁，飲返杯冰凍杏仁茶，涼一涼先。黃昏嘅西門町特別迷人，我幾鍾意呢個畫面。響酒店小休咗一陣，就決定夜晚去寧夏夜市，點知遇上塞車。今日究竟係咩嘢日子？各位記唔記得我哋一落機之後嘅一個鏡頭，就係呢個大道情夏日節。就係咁，我哋響西門町塞緊車嗰時，竟然睇到煙花。如果覺得呢個距離唔夠近，咁呢個又夠唔夠近？呢次都係我哋第一次響台灣睇煙花。但係當我哋去到寧夏夜市嗰時，先至發現好多人睇完煙花行出嚟夜市逛街，人實在太多，應該都好難逼到入去，兼可能要排長龍食嘢，所以決定轉場，即刻搭車去饒河街夜市，賽咗車好耐，終於到啦。食個胡椒餅，雖然呢度都唔係話人少，不過都總算叫冇咁逼人。都肚餓啦，要搵個地方食嘢先，就呢間啦。我哋嗌咗臭豆腐、滷肉飯、約燉排骨湯、蚵仔煎同綜合煎。正啊，呢啲夜市小食我最鍾意食，其實都期待咗好耐，今餐非常飽滿。有樣嘢我好肯定今日食完聽日又想食過。食完嘢逛多咗個圈就返去酒店，我哋都體力透支咗，咁今日分享到呢度先，多謝收睇，希望大家鍾意同繼續留意下集第3日嘅行程，可以支持一下小弟，訂閱我，撳一撳讚好，分享，追蹤我 IG 同開啟小鈴鐺，第一時間收到我新片上架嘅通知，下集再見。